咩事咁邋遢？最 lucky。睇到呢一幕，你可能會對於任達華先生喺 PTU 呢套電影裏面將警察呢一個角色演得入型入格而震驚。你可能會以為佢淨係演藝高超，所以先可以將角色演得入木三分。但係其實事實上，佢同警察呢一個人民嘅公僕角色係有一定嘅淵源，而嗰個人就係佢父親任錦球。但係可惜嘅係，喺任達華14歲當年，佢父親因為今日呢一宗嘅香港水警喋血慘案而喪命。而我哋要將時間撥返去1969年3月24號嘅下晝，喺香港嘅後海灣，海面上係一面平靜，而一艘編號寫住 MD-29嘅水警輪船正喺度執行緊例行嘅巡查。但係邊個有估到喺出咗海之後嘅短短幾個鐘頭裡面，呢一條本應該係最安全、再代表住法治嘅警輪，竟然變咗一條無路可逃嘅海上屠宰場。喺一個本應平靜嘅海面上，突然一聲，我要開槍打 X 晒死你哋！一個平時望落去都老老實實當咗17年差嘅省仔警員，佢突然間去到船上嘅槍房裏面，攞咗一把史特林嘅衝鋒槍，仲要喺腰間仲插住2支手槍，就好似魔鬼上咗身咁樣，行到甲板上面見人就掃。而最後成艘船一共10個人無一幸免，全部都係非死即傷。而最令人驚嘅就係嗰日唔單止係瘋狂嘅屠戮，而係呢件事件之後，呢一條沾滿咗同袍鮮血嘅水警船上面發生咗一連串連科學都解釋唔到嘅怪事。究竟嗰日喺呢一條與世隔絕嘅船上面，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事？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喋血追兇。喺呢一個頻道裏面，我會用自己最真實嘅聲音帶大家走入去世界各地最真實、最撲朔迷離嘅罪案現場，一齊去剖析下人性最黑暗又或者最光輝嘅一面。如果你都中意聽呢一類型嘅罪案故事，咁就要記得即刻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下一條任何嘅新片。而今日我哋要將時間倒流返去50幾年前，就喺1969年嘅香港。當時嘅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動盪又微妙嘅時間。而喺新界嘅後海灣水域，因為地理位置係非常接近內地，所以水路上經常都有走私或者係偷渡嘅活動，可以話係事故頻生，而治安嘅情況亦都係非常之複雜。而今日嘅主角就係一艘編號為 MD-29嘅水警船。而呢一度有個冷知識，就係點解佢要叫做 MD？ 因為呢一艘船原來唔係水警㗎，而係隸屬於港英政府嘅海事處。後來因為警力嘅需要，所以先會借調俾水警西部駐大欖水警嘅基地。呢一艘船身長67尺長，而結構係分為上下2層。上層就係駕駛艙同埋槍房，而下層嘅船艙就相對密閉，有飛電房、廚房、休息室同埋睡房。而喺呢一個茫茫大海裡面，呢一艘船就係一個獨立嘅小空間。而嗰日喺船上面負責帶隊嘅就係一位38歲義柴嘅警務，編號3499，佢個名叫做任錦球。而講起任錦球，大家可能對於呢個名都比較陌生，但係講起佢2個仔，全香港可以話係無人不知。因為佢嘅大仔就係後來喺警隊裡面步步高升，官至警務處行動副處長嘅任達榮。而佢嘅二仔就係香港金像獎影帝，經常喺銀幕上面飾演義氣警察嘅大明星任達華。而當時案件發生嘅時候，大仔任達榮只有16歲。而二仔任達華只有14歲，何求當時係一個人賺錢去養活一家5口。佢哋一齊住喺軍廠街嘅警察宿舍裏面。
而喺嗰一個未必有免費教育嘅年代，要供書教學，經濟負擔其實可以話係非常之重。而去到1969年，眼見兩個仔都開始大啦，過多幾年就可以出社會工作，所以任錦球本來以為可以好快可以就鬆一口氣，但係可惜嘅就係佢永遠都等唔到嗰一日。而親手摧毀咗呢一個幸福家庭嘅，就係同船裡面嘅散仔警員李秀成。另外亦有文獻記載佢叫做李秀清。當時李秀成喺警隊裡面就已經有個花名叫做打鼓成，因為佢表面上係做咗17年差人啊，係一位資深嘅警察，但係佢嘅性格亦都開始變得孤僻同埋古怪。而事實上 MD-29號嘅呢一艘水警船，佢嘅日常警力編制本來應該係由警長劉華帶隊嘅。按照本來嘅安排，當日根本就唔關任錦球嘅事，但係可惜命運有時候就係咁殘酷。就喺案件發生嘅當日，警長劉華因為腸胃不適，所以請咗假，結果任務就改為高級警目嘅任錦球去頂替帶隊指揮。全船一共10個人，包括咗9個水警同埋一位負責煮飯嘅廚師，叫做陳安。而呢一艘水警船裡面嘅命運齒輪，就喺呢一個臨時嘅更替裡面，慢慢走入去深淵。喺1969年嘅3月24號朝頭早9點，MD-29號由大欖嘅水警基地出發，本來要執行一個48小時嘅海上巡邏任務，而巡邏嘅範圍亦都好大，由西環、青洲一路去到新界嘅後海灣。而喺朝頭早嘅時間，海面係風平浪靜，船上一切如常。但係去到下晝嘅3點半左右，水警船已經巡查去到後海灣嘅海面上。而當時任錦球正係同負責掌舵嘅舵手警員卓炳基一齊喺上層嘅駕駛室裡面一齊掌舵觀望。而正當所有人都以為一切如常之際，命運嘅齒輪亦喺度發生咗改變。李秀成毫無預兆咁樣就行入咗去呢一個無人看守嘅槍房裡面，佢直情就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咁。佢行到去一把威力強大嘅史特林衝鋒槍之前，直接攞咗落嚟，仲要喺腰間裡面插多2支.38嘅手槍。佢手持衝鋒槍衝到去甲板出邊，面目猙獰咁樣對住駕駛室裡面嘅同袍大聲嗌：開槍打 X 死晒你哋！而當時喺船上嘅大多數警員都以為佢講緊笑，都未嚟得切反應之際，而只有當時負責帶隊嘅任錦球，佢經驗老道，覺得當時嘅情況非常之唔妥，亦都好唔符合規矩，於是佢就即刻行前諗住準備厲聲制止。但係可惜嘅就係任錦球都未行到佢面前，李秀成就已經失去晒理智，瘋狂咁樣扣動咗扳機。而衝鋒槍嘅子彈就好似唔使錢咁樣瘋狂咁樣掃射晒成個駕駛室，而喺裡面嘅任錦球同埋舵手李炳基當場身中多槍，直接倒破喺血泊裡面。而下層船艙嘅人聽到上層槍聲大起，一時之間都唔知發生緊乜嘢事。而當時負責煮飯嘅廚師陳安就第一時間衝上咗去樓梯探頭，想睇下甲板上面發生緊乜嘢事。而點知佢個頭一伸出咗艙口，迎面而嚟嘅就係李秀成冷酷嘅子彈。陳安當場中槍，由樓梯滾到去艙底。而其餘警員見到呢一個恐怖嘅畫面，都即刻縮翻落去密閉嘅下層船艙裡面躲避。而此時此刻嘅李秀成已經殺紅眼，佢一隻手攞住衝鋒槍，而另外一隻手就攞住電筒，向下層漆黑嘅船艙裡面係咁照。只要見到有人影或者係聽到聲嘅話，佢就會瘋狂向下層開槍掃射，而子彈就打喺船艙門同埋木板上面，火花四濺。而喺艙底嘅其餘警員，全部人都被困喺呢一個海上嘅密室裡面。有好多人都被流彈打傷，而就喺呢一個生死存亡嘅關頭，匿喺艙底嘅警員都知道，如果佢哋一直喺度坐以待斃嘅話，所有人都會死喺呢艘船上面。雖然大家都受咗傷，
但係警察嘅專業訓練就喺呢一刻發揮咗關鍵嘅作用。一邊由警員冒死衝向飛電房，忍住痛用無線電拼命咁樣向大欖基地呼救；而另外一方面，其餘受傷嘅警員就利用狹窄嘅船艙地理環境去做掩護，利用身上嘅手槍忍住痛開槍還擊。而警員都係非常之冷靜，佢哋知道李秀成居高臨下，於是佢哋就集中火力，隔空咁樣對住艙口嘅李秀成佢嘅下半身同埋隻腳嚟射。而呢一個決定亦都非常之正確。喺幾聲槍響之後，李秀成嘅雙腳同埋手部亦都相繼中槍，佢吃痛倒地，失去咗作戰嘅能力。而匿喺艙底嘅警員見到呢個情況，於是就一擁而上，用索帶將李秀成五花大綁，徹底咁樣制服。而大欖基地收到海上泣血嘅求救之後，直接係驚動高層。當時署任水警助理警務處長保域即刻落 order， 派出咗4艘嘅增援水警船飛速咁樣趕往現場。而當增援嘅人員登上 MD-29號嘅時候，佢哋都俾眼前嘅景象嚇到倒吸一口涼氣，因為當時就好似人間地獄咁樣，成艘船都沾滿晒鮮血，10個人全部都倒喺地上。救護人員即刻將所有人送去醫院搶救，但係可惜嘅就係負責帶隊嘅高級警務任錦球同埋無辜嘅廚師陳安都因為傷勢過重最尾殉職，而其餘嘅8人包括兇手李秀成都受咗重傷而送院。而呢一宗轟動全港嘅風景殺同袍案，究竟裡面嘅動機係啲乜嘢呢？由於案件當時發生喺海上，同時間傷手喺被捕之後傷勢反覆，所以案件冇一般案件咁樣經歷咗好漫長或者係公開嘅詳細審訊，而官方所披露嘅內情亦都唔多。而法庭經過審訊之後，證實李秀成喺案件之前其實已經患有嚴重嘅精神病，相信喺案發當時只係急性嘅精神錯亂，而最終判佢入精神病院裏面接受治療。但係一個表面睇落去好人好姐，仲要做咗17年差人嘅老油條，點會無啦啦突然間就精神失常？所以當時嘅輿論同埋坊間都流傳住呢3種非常耐人尋味嘅講法。而第一個講法就係打牌聲嘅誘發。有傳李秀成喺1968年中曾經遭過嚴重嘅交通意外而撞傷咗個頭。喺意外之後，佢就開始出現精神異常嘅跡象。佢老婆亦都證實佢有睇醫生食藥。而案發嘅當日朝頭早返工之前，李秀成就曾經喺屋企裏面發癲，將屋企裏面嘅神位嘅香爐全部打翻，仲大嗌拜佢哋冇用㗎，都保佑唔到我。而上到船之後，同船嘅水警打牌娛樂嘅碰撞聲，懷疑係刺激到佢腦部嘅神經，所以令到佢狂性大發。但係呢一種嘅講法亦被質疑，如果佢精神有問題，警隊又點會俾佢如常咁樣當值呢？甚至仲可以直接接觸槍房。而第二個講法就係體制裡面嘅壓迫同埋怨氣。根據翻當日嘅大公報所引述嘅匿名警方消息，其實李秀成當差咗17年，但佢仍然都未能夠升職，一直都係散仔，所以平時已經好不滿，所以佢又俾人叫做打鼓城。再加上1968年受傷之後，佢曾經多次申請病假，但佢嘅上司就以水警人手不足為理由去拒絕佢，仲逼佢用自己嘅嗰14日年假去休息。而喺休息之後，佢就投考舵手，諗住可以賺多啲津貼，但係結果又失敗。而當時李秀成佢一個人要養活一家7口，佢一共有5個仔女，但係當時做散仔嘅佢人工低微，喺制度裡面嘅不公，再加上生活上面嘅重擔，活活咁樣將佢逼癲。而第3個講法就係黑錢分贓唔勻同埋桃色嘅恩怨。當時坊間有一個更加黑暗嘅傳聞，就係有人推測當時嘅水警部門可能牽涉咗一啲唔見得光嘅利益分配，有啲人分得多，而李秀成就分得少，甚至冇得分。而喺呢一個分贓唔勻嘅局面底下，產生咗內訌。
甚至有傳言講，案發當日有人喺船上就攞李秀成嘅私人生活嚟開玩笑，嘲笑佢大陸冇，結果崩口人忌崩口碗，徹底踩中咗佢條底線，結果引發咗殺機。但係以上嘅3種講法，全部都係坊間嘅傳言，而未經證實，所以我哋只可以聽下，唔可以當真。而喺案件審結之後，嫌疑人係入咗精神病院，但係呢一單案件嘅陰影冇隨時間而散去。而呢一艘涉事嘅水警船 MD-29號，雖然經過警方嘅清洗同埋重新翻修，仍然係繼續被水警部隊使用嘅。但係當時開始之後，呢一艘船就成為咗警隊內部最傳得最廣嘅鬼船。傳言話，當時好多被派往 MD-29號值夜班嘅水警，佢哋都遇上難以解釋嘅壞事。有相關嘅水警就分享喺下層嘅休息室瞓覺嗰陣，經常都遇過極之嚴重嘅鬼壓床，覺得有人捏住佢條頸。有警員喺下晝食飯嗰陣，眼睜睜見到一個手持長槍嘅黑影由走廊冷冰冰咁樣飄過。而更加恐怖嘅就係，有水警喺夜深當值之際，四周圍都係風平浪靜，但佢耳邊突然間傳出密集嘅衝鋒槍聲。但係佢經過一查看，四周圍只有死寂嘅海洋，甚至有警員上報，就喺夜晚去洗手間嘅時候，喺冇人嘅甲板上面無緣無故，好似被一個無形嘅大影推咗落海。後來因為多人嘅聯署上報，鬧鬼嘅情況太過兇惡，所以警隊嘅高層始終都係頂唔順。相傳呢一艘 MD-29號嘅水警船最終被調離咗前線，而交還翻俾海事處，並改作為港口衛生船，而且更加係落咗死命令，只係俾日頭出勤，夜晚唔可以流入。而我哋而家回望翻呢一宗50年前嘅慘劇，雖然法庭用咗簡單嘅精神失常4個字去結咗案，但係背後所反映出嘅社會現象，去到今時今日仍然都值得我哋深思。首先就係前線警員嘅心理健康同埋體制疏忽。李秀成當差咗17年，基層嘅經濟壓力、意外嘅撞傷頭部嘅後遺症，再加上多次嘅請病假不獲准批准嘅制度死板，而呢一切其實都係一個精神崩潰前嘅求救信號。而喺嗰個年代，根本就冇人會重視情緒疏忽或者係創傷後嘅壓力症。如果當時李秀成嘅上司佢可以敏感多啲，如果體制亦都可以彈性多啲，唔好一味淨係用人不足去壓榨前線，咁呢一宗奪去咗2人嘅性命，破壞咗多個家庭嘅悲劇，係咪就可以避免呢？但係講到最尾，人生無常，亦都莫過於此。本來應該當值嘅警長劉華，因為一場突如其來嘅腸胃炎而請假，佢好好彩避過咗一劫，但係頂替佢大隊嘅任錦球，卻無辜成為咗槍下亡魂。而呢一個細細嘅更換決定，徹底改變咗2個家庭嘅命運。但係好彩，任錦球雖然不幸殉職，但係佢所遺留落嚟嘅2個仔仔，亦都非常之爭氣。佢嘅大仔任達榮子承父業，由見習嘅督察做起，一路做到去警務處嘅副處長，用行動填補咗父親當年嘅遺憾。而佢嘅二仔任達華就喺演藝界裏面大放異彩，佢無數次喺銀幕上面穿上警服，彷彿就係用緊另外一種方式去延續佢父親未完成嘅警察生涯。人性最黑暗嘅一面，可以一瞬間將一條普普通通嘅船化身為地獄，但係人性最堅韌嘅一面，亦都可以喺呢一個艱苦嘅廢墟裏面展開最燦爛、最耀眼嘅花朵。而今日我哋頻道所分享嘅案件就講到嚟呢一度，而大家聽完呢一宗50年前嘅海上慘案，你哋覺得李秀成當日嘅行兇真正動機究竟係啲乜嘢？係純粹嘅精神失常啊，定係背後藏咗不可告人嘅恩怨或者係秘密呢？又或者關於呢一艘 MD-29號嘅水警船上面嘅種種異常傳聞，你哋又覺得係咪真有其事？
定係所生還嘅警員佢哋創後嘅創傷而造成嘅幻覺呢？歡迎大家喺影片留下嘅留言區裡面留言，講低你哋嘅睇法，大家一齊討論下。如果大家都鍾意今日呢條影片嘅話，就記得幫我點個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都鍾意聽奇案嘅朋友。而最緊要嘅就係要記得訂閱我哋喋血追兇嘅頻道，撳埋隔離嘅鐘仔，因為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發掘真相、講好故事嘅最大動力。多謝大家，我哋下集再見，拜拜。